我叫陳康宇，我係來自香港嘅攝影師，而家係住緊多倫多嘅。咁我作為一個聽障人士，我好中意用眼睛去感受世界，用多陽光影去講故事。咁我自己好中意去唔同嘅地方，去揾唔同嘅文化、唔同嘅傳統特色，再用一部相機去記錄人與人嘅情感，再用嗰張相去表達佢哋嘅故事。我今次好彩可以參與多倫多最大嘅攝影盛事，係一個叫做 Contact Photography Festival 嘅展覽。咁我今次嘅主題係宣傳文化線個旅行。咁我個作品係講一個我過去喺亞洲同埋北美嘅國家去影唔同嘅相，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故事咧，傳統嘅故事，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。咁我自己就覺得個作品咧唔一定要好完美，係要好靚，好誇張嘅感覺，就係令到一個觀眾睇到一張作品咧，佢會停低自己嘅腳步咧，去花時間去睇一張作品。個觀眾覺得有個共鳴嘅情感。咁我自己覺得呢一部真係好值得嘅。雖然我係聽唔到嘢，但係冇影響到我點樣去影相嘅。咁我就會去一個場景，就會揾一個啱嘅光線咧。比如日落咧，日落啲顏色都好溫暖。有啲咩人咧，咁佢哋做緊啲咩咧，咁就會有好多情感同埋情緒咧。咁我就會影到佢嘅情緒情感，咁已經係可以表達好多內容嘅故事。咁除咗情感嘅氣氛，咁我都會用一個攝影嘅手法，叫做環境佈局，即係我去一個場景，就會揾一個有啲咩內容仲唔識咧，可以表達到地點、人物同埋時間，仲有一個特別嘅文化元素咧，因為可以表達到好多唔同嘅形式，咁我就會影到一張好成功嘅相。對我嚟講咧，日本係一個好有文化氣質嘅地方，咁所以對我攝影有一個好大嘅影響。我第一個開始揾嘅地方就係京都。我嗰次睇完森山大道嘅作品，咁我好想跟住佢去學習家庭攝影嘅手法。所以我一去到日本京都，有好多好有文化嘅內涵，咁佢哋有好多豐富嘅建築啦，就開始咗我自己嘅文化攝影嘅創作。除咗喺日本京都好深刻嘅影相經歷，加拿大多倫多都係我好重要嘅地方，因為咧多倫多有好多唔同國家嘅移民，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人過嚟呢度，咁我都有機會去發掘好多元化嘅特色。
喺加拿大有一個好重要嘅文化，就係原住民嘅文化。咁多倫多每一年都會搞一個原住民嘅文化，佢哋會有一個節日咧，就係多倫多同埋居民同埋原住民一齊參與節日嘅。佢哋會一齊着佢着嘅服飾，佢哋都會一齊跳舞啊，慶祝個節日。咁我就會覺得好深刻，就係明明係唔同嘅民族都可以夾埋一齊玩，咁可以表達到佢哋嘅身份嘅認同。咁所以咧，影相就係唔淨係攝影，都可以了解到文化嘅重要性。咖啡，朱迪，多樹，貓。